近日，正值尊贵的畅古仁波切大寿之际，首先祝愿仁波切寿比南山，康泰常健。经中有云：乘法船，击法鼓，吹法礼，建法床，转生死种，是涅槃性。闭塞邪道，开于正路，离诸恶业，是于福田。我想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仁波切最好的形容。几十年来，仁波切座下的4种弟子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但是仁波切从来都是毫无偏颇地针对每一个人，因机施教的进行指引和指导，从来都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可谓桃李满天下。而这么多年来，就算是历尽沧桑，饱经世变，仁波切依然是尽心尽力，含辛茹苦，言传身教，孜孜不倦。所以可以说仁波切对我们施恩如海深。虽然短短几句话很难说明仁波切的种种可贵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努力的、细心的体会和了解仁波切有多么弥足珍贵和不可替代，从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自内心的去珍惜仁波切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并且感激仁波切对我们的不离不弃、万般关爱和无私呵护。虽然寥寥数语，难表我对仁波切的崇敬之情和祈请之意，但是在这里我由衷地祈愿仁波切益寿延年，吉祥安康，祈请仁波切常转法轮，普济群生。多謝咧，大家好。今次咧，我哋特別喺台灣喺湯古文化咧辦一個仁波切90歲嘅 celebration， 喺祝仁波切身體繼續身體健康，同埋仁波切長壽長處。藏历10月10日是殊胜的莲师入藏日，也是藏传佛教的长老堪谦创古仁波切的寿诞。创古仁波切今年2021年迈入90岁高龄，每日仍勤勉不息的自我修持，无一刻懈怠。他用沙哑的声音为每位弟子口传授课，我们可以感受到岁月在仁波切身上的展现。为了感恩仁波切，身为佛弟子的我们，该做的就是把握当下，闻思佛法，精进实修。在创古仁波切90大寿的殊胜日子，创古文化特别制作文法释诗创古仁波切
教研选集》，精选仁波切历年的中文出版著作共13本，象征仁波切的寿命和佛行事业，如同密乘就近的13地、持金刚地一样的坚固和圆满。仁波切曾经说过，他在离开藏地的时候，因为物资的缺乏，一本经书每人只能一次发几页的轮流看，晚上要看书的时候也只能点燃一盏油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体会着佛法的珍贵，书的珍贵。创古文化以此文法释师创古仁波切教研选集，祈愿佛弟子们能够以精进的闻思修佛法来承事上师，令上师欢喜，并且庆贺祝愿护主创古仁波切身体健康，莲足永固，长久住世，佛行事业圆满。希望在这殊胜的日子，你我都能点燃一盏盏的灯烛，点亮心中的智慧之光。透过仁波切珍贵的教言，在你面临失败挫折的时候，能够具备勇气，陪伴你度过人生的低潮。在你快乐欢喜的时候，也希望借由创古仁波切的教言，提醒你要感恩知足。